喂，再騰間炒啊，大贊咗個塊啊，砂糖呢個奶油丟下去，然後呢，喂加點水進去，喂開個中大火煮滾，然後喂這樣滾呢，那些糖啊、蓉啊咁啊 OK 啦，關火，用任何果仁係啊，豬油配搭係啊，我喜歡多一點這個正好多啊！喂，剛剛啲糖水全都喎，然後呢，喂加一點這個紅椒粉或者辣椒粉，係啊，有煙酸的這個最正啊，少少啦。然後呢，加點鹽巴，如果你嗰啲果仁呢本來有鹽的呢，就不用加啦嚇，或者加一點點。喂，最後加點黑胡椒，喂正。撈勻它們呢就做完啦，然後烤一烤咁樣。喂，撈勻呢，嗱下面還有些一體的蒸產啦，係啊，要焗啊。喂，你看到呢嗱。不要太密，鋪平咁樣烤咧，炒佢均勻。喂，氣炸160先10分鐘，看看。係啊，喂，用烤箱咧整烹窿咧就方便一點。係啊，氣炸鍋咧就分段咧比較少啊。我食譜嗰啲咧全部寫在下面，不要再說我什麼沒寫，嘰里咕嚕啊都有寫，每次都有。10分鐘之後咧拿出來咁樣撈一撈，均勻一點。總之烤到它那個汁咧收乾啊，差不多啊。哇，你看完美脆焦果，你看哇有個焦糖。咁樣嘅，喂，吃不完咧可以包好放冰箱啦，放2個禮拜。